保健的体操，施英琴跟淑美。大家都站起来还是站？哎呀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这首歌我们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大家放轻松，别为了动作的左右先后顺序而烦恼哦，跟着我们的方向照出就可以了，一起放 dancing。 深呼吸，稍稍休息1个8拍。很好，跟着节拍开心的跳体操。爷爷奶奶好棒哦！我们跳了一半喽，继续开开心心往下跳。 这些横跨身体中线的运动，对大脑的训练很有帮助哦。如果身边有伙伴的话，我们要准备2人小组配合喽。但如果像我一样只有1个人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动作跟着照